第一次入住星野集團嘅溫泉旅館，而家終於知道點解佢咁出名啦。我哋由成田機場出發，大約揸咗3個鐘頭車就嚟到界箱根酒店。喺上年8月翻新過，我哋入住嘅係和室，房間嘅空間感十分足夠，同埋好神奇咁樣一入嚟就有種好 peaceful 嘅感覺。望住出邊嘅景色，好似出邊個世界發生啲咩都唔關自己事。界嘅每一間溫泉旅館都融合咗當地嘅獨特魅力，而我哋入住嘅界箱根就以工藝做主題。擺低啲行李之後呢，我哋就去咗參加工藝體驗，要用個刨由多個圖案部件組合嘅種子木刨成薄片。睇落好簡單啊，但係實際做落一啲都唔容易。啲木聞落係會有陣陣嘅香味㗎。最後我 keep 起咗呢個稍為完整嘅部分，完成之後仲會幫你影相留念。晚餐之前我哋去咗茶室飲茶同埋食日式甜品。嗰日都幾凍㗎，但係唔使怕。室外嘅呢張台係有暖爐㗎，坐喺入邊暖粒粒咁樣飲杯茶，真係好舒服。食晚餐嘅地方私隱度都好高。晚餐嘅主題係明治牛鍋，前菜嘅 presentation 好得意啊！呢個木盒嘅造型呢係嚟自古時候女人嘅行李箱。每道菜嘅造型同埋味道都十分獨特。主角登場啦！同現代嘅壽喜燒唔同，湯底係濃郁嘅味噌，再配搭厚切嘅牛肉。當牛肉嘅熟度啱啱好嘅時候，再踩埋溫泉蛋，再配一啖白飯。哇！大家想唔想象到究竟有幾好食啊？甜品係黑豆 tiramisu， 十分之有驚喜，有少少烘焙味嘅黑豆再配搭 tiramisu， 一啲都唔漏，好快就成個食晒。食飽飽就去浸溫泉啦。溫泉係半露天設計，而且旅館每日都會調換男女湯嘅位置，咁樣就可以睇到唔同角度嘅景色啦。浸完溫泉翻房飲翻杯薑茶，咁就結束完美嘅一日啦。第二日嘅早餐同樣都好豐盛，一啲都唔輸蝕俾晚餐。我本身唔係好中意食日式植物噶，但係呢度嘅植物我係食晒噶，因為實在太好食。呢個竹籠蒸好帶出到食材嘅鮮味，完全唔使點醬就咁食已經好正啦。食完早餐我哋又再去浸溫泉，之後翻房飲杯綠茶就準備 check out 啦。呢間溫泉旅館仲有好多細節位我都冇喺度提及，forward 俾你個 friend 下次一齊去日本慢慢發掘啦。